有云泰康有机农场跟上面市民农园。哦，今天10月1号了，前几天9月28号哦，教师节那一天，梅基台风很厉害的台风哎，你看吹的这个样子啊，有的棚架都会倒呢，你看有的树叶都会倒呢，这树叶会掉会断掉呢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这个第一名了，你看，这农作物呢，茄子了哦，你看很多叶子都不见了嘞，或者枯萎了。哦，那台风这么厉害啊！啊，这冬瓜还在嘞，哦，冬瓜那么大条，好厉害哦，都可以长得这么好。这第一名啊！哦，正前方那个叫齿苋草啦，伊不灵草啊，伊不灵草。哦，你看这个还做棚架了，还做棚架了，你看竹木为主的棚架，很坚固哦。哦，你看地上还铺塑胶布了。哦，你看还可以种。哇，它经过台风，你看它被破坏了。台风真厉害，你看，这幼苗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幼苗？你看，台风一吹就完蛋了。这可能是那个番茄的幼苗嘞，会爬上去啊。哦，你看，看人家怎么搭建这个棚子，中间要有支撑的，然后左右过来，呈三角锥状。哦，上面还要再固定。哇，你看搭得很美很好。